近段消息来看，这位美港人选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的纵跨台湾社会创办人吴怡农，早起接受到广播电台的专访，讲伊家己的目标是2024年立委的选举。2024选立委啊？你要选啊？哦，好啊。不然。接受广播节目专访，纵跨台湾协会创办人吴怡农，同也竞选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，希望能提出上强的市长候选人，替民进党把首都提落来。我们的任务当然是让蒋委员在2024还在中山区选连任。就惊校长兼讲清，吴怡农无选市长，是伊个要和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各战一摆。不过蒋万安进前提案要求政府行维权统治时期扣不少的财产。吴怡农讲，值得该鼓励。民意代表的工作会反映社会的期待，这个是很基本的。对任何民意代表，包括蒋委员说他的工作是为了骗选票，我觉得大家对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不太公平的啦。就算不是竞选对手，吴怡农无讲歹听话。对蒋万安的提案正面看待，各党派的青壮年的这个代表愿意出来开始讨论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。返还不当的这个财产只是一步。那如果在转型正义或者任何其他社会议题上面，适合跟现任的民意代表合作，我们当然非常的乐意。讲愿意合作，嘛互吴怡农和蒋万安，因未来两个人敢会伫咧转型正义的路，就会向前行，互大家拢真期待。